嚟到樓市指南針，樓市旺場咧，就連帶銀行按揭市場嘅競爭亦都越嚟越激烈嘅，銀行都要變陣去搶按揭嘅客源。今集咧，我哋就請嚟星之谷按揭轉介創辦人及行政總裁莊錦輝嘅。Hello Raymond。係，Hello Herman 你好。最近咧就係有啲大型銀行啊，就住一啲細銀碼嘅按揭咧，去調高咗個按揭回贈。喺290萬以上嘅貸款額，個回贈就去到1%嘅。以往通常都係啲中小行咧會推高個回贈啦，但係依家咧就連大型銀行嗰個回贈比率都同啲中細行咧就係睇齊嘅。係咪反映緊個按揭市場越嚟越熾熱？咁啊，大行都要搶翻個市佔，定係有咩原因呢？係，其實咧今年咧我哋都觀察到咧，由於嗰個樓市暢旺啦，咁啲銀行咧比起舊年咧係進取咗好多嘅。今年啲銀行咧為咗係增加嗰個市場佔有率啦，同埋個排名咧個競爭都好熾熱嘅。咁至於咧頭先你所講咧，有啲大型銀行咧就將嗰個細銀碼嘅按揭回贈咧調高到1%。咁我估計咧係因為咧嗰間銀行咧係冇提供任何嘅定息按揭計劃。咁如果咧要同其他有定息按揭計劃嘅大銀行競爭嘅話咧，咁佢就真係需要係喺增加個現金回贈方面着手啦。咁啊，其實咧無論個貸款額大又好細又好啦，咁啲銀行通常都想大小通吃嘅。咁銀行開始進取咧，其實對業主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估計咧下半年嗰個按揭計劃咧應該會越嚟越吸引。係啊，因為當個按揭息率咧好難有大變化嘅情況之下咧，銀行為咗搶客咧，會唔會有更加多即係有優勢嘅按揭方案可以推出？然後個回贈金額會唔會再調高咧？我估計會嘅，因為正如你所講啦，嗰個按息都好難可以再減啦。咁所以銀行咧競爭咧都係會集中喺嗰個現金回贈啦，同埋嗰個定息按揭上邊。咁而家咧，因為咧今年就係因為嗰啲大銀行佢將嗰個現金回贈咧都提升到同中小行咧睇齊。咁呢樣咧係會令到中小行咧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嘅，咁去進一步咧增加佢哋嗰個現金回贈。咁所以咧，我估計咧未來咧啲大銀行同埋中小行咧都會啟動一個循環競爭嘅方案。咁去到年尾咧，我估計銀行嘅現金回贈咧都有機會咧升到去1.5%。樓市暢旺咧，其實有唔少都係啲大手嘅投資客，佢哋咧就連買幾個單位，但係佢哋有實力到就未必要去申請按揭㗎嘛。會唔會係因為咁咧？所以啲大銀行咧都要做啲銀碼細嘅單位，如果唔係嗰啲生意可能會流失咧。我相信都係嘅，因為咧，如果以目前美國嗰個息口走勢嚟睇咧，定息嘅按揭咧，的確係着數過 H 按嘅。咁啊，除非咧之後咧嗰個 HIBOR 係大啲啦，咁否則咧其實定息咧比起 H 按咧，每年咧最多可以慳到半厘利息嘅。咁呢個亦都反映喺佢嗰個市佔率咧係增加緊嗰個層面上面。咁所以咧，如果係冇任何定息按揭計劃嘅銀行咧，想留住啲客嘅話咧，咁你真係需要係增加個現金回贈着手啦。咁否則咧啲生意咧係好容易會流失去其他有定案嘅銀行嗰度。咁依家嗰啲定息按揭咧，其實佔成個按揭市場嘅比例會係幾多咧？因為以往都即係 keep 住有推呢啲定案啦，但係又未話成為主流噶嘛。依家呢一次會唔會成為主流咧？其實咧，而家整體大市咧嗰個定案咧係即係整個按揭市場個定案係佔10% 左右啦。咁但係咧呢個數字咧係低估咗嘅，因為目前咧只係得3間銀行咧有定案。咁如果根據一啲行內嘅消息咧，咁嗰幾間有定案嘅銀行咧，定息個採用率咧大概咧都係30%左右啦。咁如果根據咧而家美國利率嘅走勢咧，其實咧嗰個未來咧嗰個定案真係有機會成為一個主流嘅。所以除非咧大銀行咧喺下半年咧唔再續嗰個定案計劃啦。咁不過咧，定案都有佢嘅缺點嘅。佢第一個缺點咧，佢就係冇 mortgage link 啦。咁同埋咧，嗰個定息期過咗之後咧，嗰個按揭咧係會變翻一個偏按。咁所以呢兩個缺點咧，令到佢嗰個採用率咧，仍然都係只一個係慢慢增長，未成為一個主流。咁但係咧，隨住銀行界咧會激烈，即係個競爭咁激烈啦，我相信慢慢呢兩個定案嘅缺點咧，都會有銀行去修正。啲客會唔會通常係特登去揾呢幾間有定案嘅銀行嚟到做嘅咧？通常咧，佢哋通常而家係啲客都好聰明啊，通常都會貨俾3間，佢會報下一啲定案啊，又報下一啲 H 案啊咁，然後大家咧去比較一個 offer 咁樣，然後揀一個最啱佢哋自己嘅銀行上會。好，咁依家去買樓啦，即係成交雖然多咗啦，咁啊，但係業主喺申請按揭嘅審批嗰個時間，會唔會亦都因此係長咗？會嘅，因為今年咧嗰個樓市咁暢旺啦，同埋咧仲有一啲大型嘅新居屋要入伙，咁轉案亦都復甦緊。
咁所以咧令到一啲大型銀行按揭個流量咧，比舊年嚟講係激增咗嘅。咁按揭審批時間亦都長咗少少啦。咁而家嚟講咧，如果係個審批時間，如果唔需要按保咧，一般就3至4星期啦。咁如果需要按保嘅話咧，就可能要預4至5星期。咁呢個比起以前樓市未咁旺嗰陣時咧，嗰個審批時間係長咗1個星期左右。好，唔該晒星之谷按揭嘅莊錦輝嘅，同你傾到呢度啦。